您好，我是小马，来自于马来西亚。堪布，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堪布。堪布，我身边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得了癌症，然后经过治疗过后呢，他算是已经康复了，可是最近呢，就是他的癌症复发。那么他本身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也没有宗教背景。那么由于他现在就是必须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一个癌症的这一个侵袭，所以我们身为他身边的朋友和同事，很想向他就是介绍佛法，希望佛法可以为他的这一个病情或者是生活呢带来一些改变。那么请问堪布，面对一个毫无宗教信仰背景的人，又是一个癌症的病患者，我们要如何以佛法来帮助他呢？是否要介绍他修持一些佛法的经典，例如普门品还是地藏经之类的，还是我们应该怎么以佛法的角度来帮助他？请堪布为我们开始，谢谢。佛陀啊，当时传法的时候，有一些呢，就是那个不接受无我的一些印度人，然后佛陀跟他们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无我啊，明白吗？我们的这个信相续当中的如来藏是最大的我啊。”用这种话来引导这些喜欢这个我强大的我的那个人。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？确实是从实际生活来讲，比如说他是不信佛，但是非常喜欢艺术的话，其实是有时候佛法是很艺术的，唐卡是艺术的，佛法里面的仪轨呢，真的是非常艺术的，而且愤怒本尊、激进本尊，观世音菩萨有1000个那个眼睛和1000个手，是一种非常浪漫、非常庞大、非常那种广大的一种观念和一种理想和一种精神的一种象征。所以用这种方式能够呈现也是一种艺术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跟他讲的话，也许他会愿意听。这是一种引导的方式，就像他是一个无神论，如果他是有一点的知识的话，你跟他说佛法是一种无神论，他本来佛法是我们全世界的宗教里面是相对的无神论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佛法不强调没有说有任何的这个主宰的那个创造之嘛，而且那到底的佛究竟的佛也不是什么神的一个概念，有一个万物造出的一个概念来，就是外在的一个东西，只是说是你的内心精神层面的你自己能够明白无论是当下，无论是前世今世，这是一种梦和一个幻觉的一个过程一样，它就是那个刹那的心，你达到这个点，然后了解了，其实这就是佛法。所以也许在他的耳边，如果不知道啊，你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无神论，还是有一定的他自己的见解和观念的无神论，不知道，这个是拳法是不一样。但是这是我刚刚分享的，大概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提供的一个方式。但是总而言之呢，他现在到了最后的这个末期，无论再坚强的人，真正的这个生死无常来到最靠近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以前有一个一直批评宗教佛教的一个很有名的，我现在不说这个名字，很有名的一个作家，听说他快死亡的时候，他开始怀疑真的有地狱吗？如果有地狱的话，我今生呢就是他批评所有这个上下高深大的佛法，他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
然后他的朋友身边的人劝他，那你现在还是来得及，你可以皈依三宝，他就接受了这个观念的建议，朋友的提议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你说啊，你就是如果你这个死亡的时候，你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，你就是念他或他们这种一个汤嘎在你的这个挂在你的眼前，你就是可以，然后这样你就是减轻你的痛苦，对你有一定的帮助。至少你说这是一个佛法的建议，你能不能接受？想不想试试这个方式？明白吗？如果他觉得可以，那就是你就开始就是用，不要讲太复杂了。他现在是已经末期，已经后期了，很多大道理呢，对他来讲的话呢，不是很重要的。可以劝他念佛号吗？对，他劝他念佛号是没有任何错误的，然后就是劝他念佛号，劝他这些听一些这个阿弥陀佛，那是他这个如果他自己不想念，就甚至他的耳边能播放。他愿意接受，像这个大悲咒，明白吗？般若心经也是这样的，那就对他有很大的帮助。然后慢慢，其实这个会影响到他，就是也是佛法的加持嘛，也许会有一个你想不到的转变。然后他觉得这个跟他的这个生命有点得到安慰的，那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就是你就进一步的用佛法来帮助他。这就是很重要的。谢谢堪布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阿弥陀佛。